生命亲像行上一条路，咱也无可能换二层，所以咱会做伙来行，无回头路啦。咱安那活安那选择，就是安尼落去啊吼。所以假使啦会使，咱爱知，当咱头前勇敢向前的时阵，咱会当倚靠上帝。那安尼，咱就啥物拢毋惊。做伙来吟第10套。大家勇敢同齐脚步，虽然经过黑暗路，咱的头前遥远路途，有咱救主在保护，一地出路，灿烂甘甜，抬头看伊来真前，我靠上帝好大真情，要真情，要真情，我靠我主来真情。求上帝帮赞，互咱每一日，咱的头前有上帝带路，咱就无惊。请咱闭关咱的心。时间已经到，咱闭办心做今仔日的敬拜、祷告。上主安尼讲，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会拯救囡仔，我会公义连鞭实现。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这是咱三甲来唱圣诗，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，咱才起立。
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州比勒都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埋葬落阴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他一来全能爸上帝大地，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各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会众请坐。咱三个来启用，启用48，诗篇118，启用18篇，诗篇我来启，三个来用。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，阿伦祭司的家讲，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这是我求叫上主，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我公开公义的门，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对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去除所有气杀的招，重要的记者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主啊，阮求叫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，互阮兴旺。对命来的，这位应该是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也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祭坛的4角头遐。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创造万物，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通过你圣神伫阮的中间带领阮，互阮经过一礼拜久，出入拢得平安甲顺遂，阮献上感谢。阮会当搁一届备办的心，到日你殿里来敬拜。通过诗歌要来学罗你，啊，通过阮的牧者要直接传讲的信息，对阮的启示甲帮助。愿你圣神甲阮撒个地，特别是今仔日是阮相连的主日礼拜，阮也摆咧伫你的面前献诗，将做芳的节要到伫你遐，使你接纳。愿你圣神甲阮遮的年老的兄弟姊妹撒个地咧，当众的时会当来。献身伫因的服侍顶面，得到快乐甲帮助。甲阮将因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。今日阮也特别为着阮的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，要正做光塔，照亮济济迷信的人。通过阮的牧者带领阮的中职以及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进入社区来引带搁较侪人进入阮的教会，调和伫阮的中间，加入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成做教会帮手。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，有主你的看顾、带领甲保守，啊，我若看起白条身躯的，愿主你顺顺利利通过医生的医治，互遐阮白条身躯兄弟，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一天个恢复因的健康，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圣会三个来敬拜。啊，这个主日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伫阮这个会堂，毋只是阮今仔日通过牧者所传讲的。拢得到平平有主你的祝福，通过安尼，互阮拢得到顺遂。阮将今仔日的聚会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名求。阿门。好，咱三个来圣经上第一话，在伫创世纪39章，创世纪39章，1到23节。
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人人群，是为长乌利法对遮个以斯玛利人将约瑟买去。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住伫主人埃及波提凡因兜，伊个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佮上主互约瑟所做的事拢得了顺遂，就介意约瑟，互约瑟伫身躯边服侍。主人派约瑟管理伊个家，将所有的拢授权互伊。对这事开始，上主因约瑟的缘故，赐福互即个埃及人的家。上主祝福即个埃及人的家庭，甲田园所有的。即个埃及人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授权互约瑟，伊所食的物以外，伊拢无得管。约瑟生做缘投，体格好。这个代志以后，约瑟的女主人甲伊洗目尾，对伊讲：“来甲我困。”约瑟毋肯，对伊女主人讲：“你知？”主人已经将伊所有的交代我伫遮，主人就拢免操烦。伫即个家，无人比我较大。你以外，伊无一项无交互我，因为你是伊的某。安尼，我哪通做即款极歹的事得罪上帝呢？女主人虽然逐日安尼甲约瑟引诱，毋过约瑟毋肯听伊的话，拢无甲伊做伙困。嘛无要甲伊做伙。有一日，约瑟入去厝内办代志，厝内拢无人。女主人揪伊的衫讲：“你来甲我困。”约瑟将衫放伫伊的手，行出去外面。女主人看到约瑟将衫放互伊，佮行出外面，就叫家内的人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看呀，主人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阮厝内戏弄我。伊来我遮要甲我困，我就大声喝。伊听到我出声喝，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行出去外面。有人将约瑟的衫收伫伊遐，听候约瑟的主人转来。伊对伊的丈夫讲这代志，讲：“你带来遮，即个希伯来奴隶入来我遮要戏弄我。我一个大声喝，伊就。”衫放伫我遮，行出去外面。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的某对伊安尼讲，伊的奴隶安尼对伊大话，就非常生气。约瑟的主人将伊关伫对安尼，约瑟就伫遐坐家。不过上主甲约瑟同在，施恩互伊，互家家长介意伊。家家长就将家家内面的犯人。拢交互约瑟管，家家内面所有的代志，拢是伊在处理。所有交互约瑟办理的代志，家家长完全信任，因为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以上愿上帝话，这是咱少年团体的赞美的诗歌，就是对日出来的所在，对日出来的所在。
上帝恩典就甲咱做伙期待。今仔日是总会所定上联纪念主义随常是顶礼拜，咱是用个总会是定伫10月第1礼拜，做上年的纪念主日。总是咱教会照惯例，往常拢是10月第1礼拜咱举行选举，所以咱就甲即几天拢甲上联团契参详，讲爱山动即个上联纪念主日到今仔日。总会咧定上联纪念主日，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。咱也知台湾进入一个高龄化，应该是超级高龄化的社会，所以甚至现在真侪甚至拢阁有咧研究讲，是毋是将退休的年纪阁更较长的吼，看会当到75岁。但是不管安怎，上联代表的意义，就是看过更较侪的风景，人生的风景。嘛，代表的意义是可能经历过更较侪的经历，同时在经历有当时毋是拢是欢喜的，有当时嘛是苦难的。总是经过遮的年岁加添的，互人的是啥物货？年岁加添互人的，其实咱也会使爱将过去检测捌含乐伫苦难内底，会当换做咱生命养分。那安尼，咱今仔日就通活出更较无共款的人生甲生命。迄款的生命态度甲智慧，拄好是上年互人上欣赏的所在。咱的智慧甲咱伫中间所做出来判断，包括对人甲对代志，我感觉这就是上联吼，到一个年纪检测，无得较有真侪身份会放下，总是更较要紧的是咱活出上帝所予咱的养分。我感觉这才是上联纪念主日要紧的代志。但愿咱有的人检测也未活到所谓定义中的上联啦吼。咱定义中教会定义中的上联是65岁以上，对吧？65岁以上吼。我有看到名单吼，咱教会目前有103位65岁以上这个定位吼。检测咱中间有的人也未活到这个年岁，总是咱也真欣赏，毋望咱会当活到这个年岁以外，上帝所加添的智慧甲气力有更较侪。所以请你附近的兄弟姊妹家属，你若感觉伊有可能比咱较迄个年次较少吼，你爱来恭喜一下，讲吼，恭喜你年次比我较少哦吼，我年次较侪吼，知影吼？年次较侪吼，总是智慧拿加添，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讲真欢喜，甲你做伙做礼拜，愿上帝祝福，甲你做伙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赏赐阮的年岁，伫每一日是阮的年岁拿加添。总是主，阮要求你赏赐阮更较侪智慧，互阮会当更较认识阮家己，包括阮的身体、阮的身躯、阮的性命，甲阮会当做出现在的贡献。求上帝帮咱，互阮不管活到几岁，阮拢有智慧，会当真正将这个智慧祝福，互阮附近，阮通影响到的人。主，阮要向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传统的款式内底，约瑟是一位真完美的典范，真受人尊重。因为伊展现化无可能最可能的迄款的 top 人性啦吼，咱也翻译做人性，比对敌更较勇、更较强的特质。伫以色列这个列祖
中间约瑟上互人学到的就是正直，然后正直通常指的就是今仔日经文中的这个故事。总是敢真正安尼吗？其实对圣经来看，有可能约瑟比咱想象中更较复杂。总是这也就是人，咱人就是伫上帝所予咱的舞台顶头演出。所以上帝其实咱拢伫上帝所予咱的舞台演出啊。然后迄个引诱时常伫咱生命咧转活的所在来现身。当时的咱会做选择，不管咱有接受还是拒绝，拢会成做咱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因为咱接受，有可能咱行的路就无共款。然后咱若拒绝的迄条路，更较无共款。延续创世纪37章36节了后，创世纪39章第1节到第2节，圣经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就是法老的人神侍卫长波提法，对遐的以实玛利人将约瑟买去。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伊住伫主人埃及人波提法因兜。波提法这个职位一开始称伊叫做人神吼，这个叫做内神，原文是内神。内神指的是会当见到埃及王的高级官员，听有意思吼？会当见到埃及王的高级官员，侍卫长就是保护君王部队上大的迄位，所以伊会当，所以伊是王上信任的人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吼，侍卫长就是要保护王，拢有一个部队，啊，迄个部队伊就是迄个长官，部队的长官。所以可见，这其实是真重要、真要紧的职位。创世纪39章第3节 A 段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伊的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，咱会当伫圣经内底几遍读到类似的记载。过去拉班就是雅各的阿舅，拉班看出雅各为因兜带来祝福的原因，拉班是安尼讲，拉班讲上主因为你的缘故有赐福我。所以，同款今仔日，波提法也伫雅各的囝身躯顶头约瑟，来发现有同款的特质。因为安尼，伊相信约瑟，甚至创世纪39章第6节 A 段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埃及人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授权予约瑟，这就是。约瑟这几句话尔，就逐咱讲约瑟到埃及了后，伊是人买去的奴隶呢。然后，过无偌久，既然互人高升伫迄个家内底，这是约瑟到埃及了后新的处境。伊对一个无啥通穿的奴才，因为上帝受人信任加寄托授权。伊毋但做代志真好顺利，创世纪39章第6节尾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生做缘投，体格好。这时的约瑟拄少年20几岁，所以现代语言讲，这时的约瑟叫做小鲜肉，对无？哦，即摆的约瑟叫做小鲜肉，吼。小鲜肉做小鲜肉当好，有当时啊袂歹啦吼，袂歹。总是有当时啊嘛无得较好，因为伊会拄着这项代志。
做伙来读创世纪39章第7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个代志以后，约瑟的女主人甲伊洗目尾，对伊讲：“来甲我困。”好，洗目尾抛媚眼啦，哦，迄个华语翻译应该会当讲抛媚眼。好，约瑟已经经历过，只是约瑟毋是迄个少年，啥物货拢毋知真天真的约瑟哦。咱来知影，这个时阵的约瑟是已经经过，互伊信任的人卖伊的迄款的痛苦。所以，这时的约瑟，我相信伊会更较珍惜主人互伊的机会。所以，神学家卡森，伊就安尼讲，伊讲困哦，咱遮翻译做困，其实是倒啦。原文是倒吼。倒即字伫这段内底一直出现，伫第7节、第10节、12节、甲14节，一直咧出现。拄好咧说明这个引诱的本质，就是无应该做伙倒的人倒做伙，安尼会出代志。约瑟是一个正常的查甫囡仔，主人的某应该也真水，总是伊随着拒绝，伊的理由是安尼。创世纪39章第92段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你以外，伊无一项无交互我，因为你是伊的某。安尼，我哪通做这款极歹的事得罪上帝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约瑟心历史顶头有真侪人讲，约瑟的心斗有震动，有可能有哦。伊的心有震动，总是伊知影一条线，伊知影迄条线，所以伊就讲，你也知影，伊就甲主人的某讲，所有的因厝内底所有的代志，拢是伊咧掌权，总是除了伊的某。所以，伊做这项代志，伊除了会得罪主人以外，伊嘛会得罪上帝啊！伊知影伊有上帝。原文是安尼讲约瑟是安尼讲，安尼做是大歹、大的歹，并且得罪上主。所以，一个知影有上帝，而且知影上帝甲伊做伙伫地的人，会知影这项代志，迄条线伫倒。我知影，然后我袂当凊彩的搬过这条线。总是这个女主人无死心啊，逐工拢来引诱，所以毋才发生这样代志。创世纪39章11节到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读来。有一日，约瑟入去厝内办代志，厝内拢无人。女主人抽伊的衫，讲：“你来甲我困。”约瑟将衫放伫伊的手，走出去外面。考古学家咧研究这个时期，伫埃及的罗卜有可能差不多规身躯迄个顶半身是无穿的，只有下一条短短裙。总是约瑟即摆的身份有可能无啥共款，伊有可能是这个家内底的总管，所以有可能有外衫。总是这个描述啊，属实就是换一句话，迄领外衫去互脱去了，约瑟差不多规身躯无啥穿。总是对这个负责人来讲，约瑟安尼走，带互伊更较大的侮辱，所以伊就开始黑白过。所以创世纪39章14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就叫家内的人来，甲因讲：恁看咧，主人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咱厝内去人，伊来我遮要甲我困，我就大声喊。14节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这个主人的某第一遍的控告，有讲。控告的话，小可含糊的所在。
因为原文是讲恁看咧，伊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咱兜希人咱，吼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伊有可能是指主人，总是嘛有可能是指约瑟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是若甲咧约讲，这个时阵伊调工罗卜放话，是要逼约瑟转来甲伊谈判。所以小可无共款哦，咱来看迄个原文，小可知影吼，迄个无啥共款。总是这也凸显出人性欲望的罪，就亲像雅各伫雅各书内底，伊安尼写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想要得到，得袂到；想要就要杀人，恁欲望满满，毋久袂当满足，就争执斗争。雅各书第4章第20下段。然后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其实佫有另外一字，伫翻译顶头无啦翻出来，总是这字真特别，这字叫做手啦吼。所以小看对这原文就知，伫原文内底这个故事，这个手其实代表的是权力。39章的第1节原文是描述约瑟脱离伊是玛利人的手，吼，这是手吼，所以咱无啥读到吼。然后主人发现上主创世纪39章第32段讲安怎？讲圣经安尼写吼，来做伙读来，互约瑟所做的事拢顺利。原文应该是安尼翻译讲，上主互伊手所做拢行旺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是伊原文拢一直出现手哦，手这字哦。然后39章的第4节、第6节、第8节，波提法把厝内底所有的拢交伫约瑟的手。伫遐拢出现手，总是真歹势。咱的翻译中文翻译拢无翻出来。然后伫第6节真巧妙的描述，后来伫即个波提法，除了伊所食的物以外，伊拢无得管。所以，即个家内底除了伊食啥物货，以及伊的某波提法，其实拢交互约瑟啊。所以，就亲像约瑟女主人直接所讲的，伊讲伫即个家，无人比我较大。即个大其实指的是权哦。伫即家，主人寄托互我的迄个权真大，伊知影伊受托的权真大。总是一个知影有权的人，爱知影尊责。就亲像主耶稣伫路加福音12章48、12段安尼讲，主耶稣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来，互伊较侪，就对伊摕较侪；交代伊较侪，就对伊要求较侪。咱来知影伫历史顶头，即句话真侪摆拢互人延伸解说做权力。就是互即个人的权力较侪，爱知影责任就较侪。所以，就亲像墨本子爵，这位后来捌做过英国的宰相，伊伫1817年英国的下议院的一场辩论内底安尼讲，伊讲掌握权势的人，一定代表伊的责任较大。既然恁徛较权位，就应该将正义甲真理看作恁生命中要紧的目标，毋通凊彩放家己屈服伫个人的利益甲所爱的物件顶头。实际上，这个有关政治的这项代志。虽然是将近要200年前的人所讲的话，
总是到今仔日悠原伫咱的政治场面顶头会当显示出来。所以即时波提法的某等无约瑟转来找伊谈判，所以伊就真正去告因丈夫。创世纪39章16节到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妇人将约瑟的衫收伫伊遐，听候约瑟的主人倒来，伊对伊的丈夫讲这个代志，讲你带来咱遮迄个希伯来奴隶入来我遮，要戏人我一个大声喊，伊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走出去外面。这位妇人想要掠条约瑟，总是只会当掠条这件当时象征伊身份的外衫，当做伊乌白过的证据。伫遮所称的希伯来奴隶，伫迄个时代埃及应该是指加赞，互社会所排斥的人，总是。约瑟已经有过去，互人脱去外衫这款真痛苦痛的经历，伊已经知影一项代志：外口穿插袂当成就一个人，所以毋通看一个人啦穿牧师服，就想讲伊是牧师，毋是安尼哦。外口的穿插，其实无法度成就人。只有内面的迄个梦，才有法度。总是约瑟的梦，波提法的某无法度参与，搁较无法度提走伊的梦。创世记39章19节到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的某对伊讲。你的奴隶安尼对待我，就非常受气。约瑟的主人将伊关伫底关王的犯人的监狱，对安尼，约瑟就伫遐坐监。我等这位近代真出名的旧约神学家安尼认为，伊讲波提法即时的受气，无的确是针对约瑟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伊的受气，甲伊后来所做的无啥共款，甚至伊的受气有可能针对伊的某。因为波提法已经认定约瑟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，另外一面检测伊小可知影伊的某会做人品行，总是伊一个控告，伊知影一定会失去一个真牛的奴隶，波提法若全部拢相信伊的某，其实迄时就会当随互约瑟死，听有意思吼？因为奴隶是啥物货？奴隶是主人的财产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约瑟拄到的是死刑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所以波提法若全部拢相信约瑟是随死啊。约瑟若死，就无后壁的故事啦。总是伊却选择将伊关入迄个监狱内底。另外一个观察是，当时王的监牢、监狱关王的监狱，这其实是关政治犯，当时拢关政治犯，真少会关外族的奴才。听有意思吼？当时透有人咧关外族的奴才，讲关伫遮无，所以检测波提法当时有一个两难的处境。伊知影伊的某有可能乌白过，总是袂当凊彩伊藐视伊，啊无安尼，因为安尼会让互伊歹看面，互伊真歹看。所以，伊选择对约瑟的轻轻啊，就无得关入监牢内底，保全伊的性命，阁会当保全伊家庭的名声。
约瑟互人关的所在，应该就是伫波提法因兜，所以可见波提法因兜真大。因为啥物货？因为刷落来的故事安尼讲，有两个得罪埃及王的高级官员，埃及王创世纪40章的第3节安怎？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，将因关伫侍卫长府内的家，就是关约瑟的所在。啊，所以约瑟一定是关伫波提法因兜啊。好，这都写真清楚啊，吼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约瑟无法度选择，总是伊知影伊的性命甲伊的梦，无应该浪费伫情欲甲放纵内底。伊有情欲选择准则，宁愿受委屈，嘛要坚持做梦。创世纪39章21节 A 段，圣经安尼对咱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上主甲约瑟同在，施恩予伊。咱来知影这整规段的故事一开始，就上主甲约瑟做伙藏出来。平行啦，伫迄个故事迄句内底，上主甲约瑟做伙出现，总共出现4遍。一开始甲上尾后，这拢诚做上主甲约瑟做伙伫地的证据。伫原文顶头，上主赐恩赐福予约瑟，应该会当翻译做上主是伊的慈爱甲信心，予约瑟。创世纪39章21节尾段到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，互监狱长介意伊，监狱长就将监狱内面的犯人拢交予约瑟管理，监狱内面所有的代志拢是伊在处理。就是因为上帝甲约瑟做伙伫地，至到监狱长会当恩待约瑟，这就亲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现代台语的翻译。监狱长约瑟一个入去，对伊特别亲切。创世纪39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，所有交付约瑟办理的代志。监狱长完全信任，因为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予伊事事顺利。咱也知影，当上帝甲人做伙伫地时，咱检测有侪办事顺利，互人看重，甚至互人托付的状况，总是并无保证人伫迄个过程内底袂拄着失败或是挫折，就亲像即时的约瑟，伊人是关伫监狱内底，所以伊就是得到更较大的委任甲看重。讲较坦白，伊嘛是一个监狱的犯人尔。大笔是安尼吟唱，大笔安尼吟唱讲诗篇23篇第4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每一个信上帝的人拢知影这样代志，咱的性命袂只有倒伫青草坡是安静的水边，遮尔平安的场面命定。有时阵咱也会经过大风大影，所以咱拢爱承认这项代志。伫现实的生活内底，咱拢是会面对逐款的欺骗、引诱，总是这嘛更较亲像福音的一部分。不好，那这位牧师安尼讲，伊讲福音伫诚做好消息进前是歹消息。这拄拄咧讲一个事实，就是这个世界充满险恶的代志，总是假使咱会面对引诱的时，会当选择
真机卡的拒绝。那安尼，就是拄着无必要，咱嘛真莫名其妙的陷害甲迫害的时阵，至少咱会当安然自在，因为咱暗时困会去，知影咱对得起家己，嘛对得起上帝。人生无的确有法度倒伫迄个铺满玫瑰的面床顶，所以咱伫顺境的内底爱感谢上帝。总是当光明光无去，咱伫迄个黑暗的内底，大笔是安尼描述讲：是上帝，我会经过，所以我虽然经过，我会经过死荫的山谷。总是诗人教咱爱宣告，伫迄个黑暗的时刻，黑暗时刻，就亲像咱知影咱身躯有一个严重的病，就亲像受到朋友拜托，就亲像互亲密信任咱所疼的人所骗。伫这个生命中真惊吓的时刻，有时阵咱会亲像莎士比亚咧写《哈姆雷特》的痛苦。哈姆雷特一个想起家己的死要成做事实的时，伊是安尼伫迄个舞台顶安尼讲，伊讲死亡是一个无互人发现的所在，然后我毋捌听过有人对迄个所在转来。所以哈姆雷特伫迄个过程内底感觉绝望，总是代笔去教咱伫迄个死荫的山谷的时，迄时应该上帝告别讲主，我知你甲我做伙伫地，有你甲我做伙伫地，我就毋惊。我也相信这就是约瑟，当伊拄着引诱，伊就决定要拒绝的原因。伊知影，就是失去目前的地位，伊嘛毋惊，因为伊有上帝。托尔斯泰捌伫一本呆子伊凡内底，这是童话吼，写着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咧讲，一个老魔鬼看到一个做田的人叫做伊凡，伊真送香，总是伊真安居乐业，逐工拢过了真欢喜。然后老魔鬼就看到伊讲啊，咱爱去来扰乱一下，无伊拢想讲魔鬼无存在，所以伊就先派一个小魔鬼，小魔鬼将伊的田变互较定，咱会知影，就是迄个田变定，工课变了真辛苦，总是做田的人，农夫伊凡吼，只有休困一点仔久，继续啊种啦，拢无怨言啦。所以第一个小魔鬼失败，佮派第二个去。第二个想讲，我来偷走伊的面包加水，心内底想讲，伊一定会真受气，袂歹话。结果当这个伊凡佮枵佮喙焦，伊去到树骹，结果发现伊的水甲面包拢无伊，想袂到伊却安尼回应。毋知影倒一个可怜的人将我遮的物件摕走，假使伊比我较需要，伊会当食饱，安尼我嘛好。所以第二个小魔鬼佫失败。这个时阵，第三个小魔鬼对伊凡对这个老魔鬼讲：我有办法。所以小魔鬼伊就先甲伊凡做朋友。因为魔鬼有大圣知影的能力，所以伊就甲伊凡讲，明年会大赦，所以你爱种伫，你的种植爱种伫迄个淡的所在。所以伊凡就照做，结果第二冬别人拢无收成，伊结大丰收。3冬落来，伊凡变做真有钱，然后这个小魔鬼
佮教伊凡讲啊，你爱摕米去做酒来卖，趁佮较侪钱。慢慢，这个伊凡就无做工，就靠这个修行甲卖酒来得到好业。然后有一天3冬后，有一天老魔鬼来啊，小魔鬼就咧打老魔鬼样讲：即摆我要来展现我的成果啊！这个伊凡身躯顶头已经有猪的火。伊凡迄暗办一个暗顿，邀请城内上有好业的人来食暗顿，啉上好的酒，食上赞的餐点，边仔坐坐萝卜咧来侍候，因浪费食穿食啉，然后衫水甲亲像猪共款，就倒伫遐。小魔鬼煞落去安尼讲：你会当看到伊身躯有豺狼的血。这个时阵，一个萝卜芳葡萄酒无细字就跋倒，伊凡就开始骂伊：你哪会遮无细字？这个萝卜应讲：主人啊，到现在阮拢还未食着饭的呢，所以无力啊。这个伊凡阿妹讲：你代志无做了，才会当食饭。所以老魔鬼看了就真欢喜，对小魔鬼讲：你实在有够的，你安怎做会到的？小魔鬼就甲伊讲：我只不过是互伊有诶比伊需要的更较侪而已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诶。比咱需要的更较侪，咱就爱细字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权力、金钱、欲望，这个其实侪侪拢会引发咱内心的贪婪甲私欲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需要画一条线，知影我的权有可能到遮尔，我无较高。当咱画出迄条线，知影我会当选择迄个对会去我家己甲上帝的人生的时，准则甲拒绝有当时啊是需要的。若无，咱会活了无亲像人，无亲像家己。但愿上帝甲你甲我做伙伫地，互咱就是徛权位，掌着权。就是伫迄个真低调、真郁卒、真痛苦的时，拢会当活出一个对得起家己、甲对得起上帝的性命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你知阮的性命内底充满侪侪引诱。主求你赏赐阮教育的智慧，知是话毋是阮有法度闪避。有当时啊，阮爱去接的任务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就是徛权位的时，阮也知阮只是你的萝卜。你爱阮有权，就是知。命令阮透过这个权，去互人更较侪，互人的祝福更较侪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也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拄着所有引诱的时，会晓知阮是你的人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通坚守一个甲你同在的性命。求上帝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。咱来唱圣诗555首、552首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。咱起立。
让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三甲来感谢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出入拢得到平安，也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，做伙伫遮敬拜祷告，领受你的话语。感谢主，带领遮的年长者来到伫你的圣殿，伫遮学祷，也愿主互因哪服侍。甘甜，即时，阮也奉献淡薄金钱伫你面前，诚做教会的使用，愿主发来阮的奉献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我来报告进前，咱先来读咱今仔日金句。我读一届，咱三个来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管，互我安慰自在。诗篇23篇第4节。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管，我安稳自在。诗篇23篇第4节。咱的10月份周冬节，敬老、王传进、陆桂英、华语、陈美媞，即是。咱搁看周间的聚会，周间的聚会伫遮有一个双联团契，11月13。即个因为咱要主办139周年福音主日，要合并。所以讲，伫聚会中间检查答案，咱就有这个效果。来，咱来看去主要聚会，咱来看。小组的聚会表，咱礼拜三，咱个人找你咱所要去的所在，也是咱所伫遐参与的所在，当然，形势若是无清楚的，咱会当找咱现任的执事来调整。咱来行开第3页。本主日10月13，为了双年时间纪念日，请为时代中会双年部时间的奉献来代祷。第2，中央敬老节，咱有70岁以上的名单，我就无搁念吼。咱愿上帝赐福平安健康，总是到遮的70岁以上的名单伫遮的。咱各位长照礼拜了后，咱通伫礼拜堂后方排队集合，关怀部印刷签名，厝来领取。若是身体无便，无法度亲自领取的，请区长签名代领，转交。领取的时间到伫10月20来查址。哎，吼，这里大家歹势，爱拜托咱大家来做这个加一个动作啦，吼，就是因为咱这边是发现金，因为过去拢是发礼券，
吼所以礼券就较无即个问题吼，现金因为咱在台法人减少的需要，所以真歹势爱拜托咱大家来签名啦，吼，加一个签名的动作，所以做歹势吼，咱今仔日伫现场，咱就无有即个另外的动作，吼，就是请咱就是去签名，是做歹势吼，阮是想真侪因为过去拢用礼券，吼，礼券就较无即个问题吼，所以伫遮要咱大家歹势。不过不管安怎，我要邀请咱在场所有的长者吼，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只是徛起来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吼，咱做伙来祈祷吼。来，咱请在场所有的长者，只是徛起来好无？来，再徛就徛起来吼，无方便徛就免徛，不要紧啦吼。咱爱拍扑仔，多谢遮的长者所伫咱中间，伊相对咱的宝贵甲祝福，所以。更较要紧的，咱爱有上帝祝福，所以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阮的年岁加添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也诚做，互人所看重的宝贝甲长者。主求你赏赐伫阮每一日所经过的日子内底，帮助阮，互阮活哪久哪甲主。做伙同行，主的祝福甲快乐平安，愈甲阮做伙伫地。求上帝赏赐的智慧充满，求上帝满满的祝福，就甲阮在场所有的长者，以及线顶所有的长者做伙伫地。主，阮要向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咱搁一遍拍扑仔来多谢因啦吼。谢谢吼，请坐吼，无得较会徛吼，我知影有个人无得较方便徛吼，总是愿上帝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。第30个问题，国际会书面的报告，请各部将报告交办公室来整理。第4项，2025年上半年度的形势，请各部各团体首长今仔日中昼10点进行交互办公室。第主日10月20日，传达部第2次圣诞节筹备会议中昼10点30分，以7公日设来调开，请部员甲团体会长出席参加。小会报告。当选2025年中级名单结果如下：以票数排列，张乐2名，李振业、罗建成，即时2名，陈素颜、黄天义、吴东元、罗建业、蔡依如。教会消息：从教会139周年，将可以主日21月初3要来举行。邀请廖雅慧老师时段见证分享。当日礼拜2场活动，上午9点30分开始，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聆听。第2，献歌队招募新的队员，欢迎欢喜唱歌，愿意用歌声服侍的兄弟，也是献歌队的事工。第3，教会邀约礼拜日期是11月初10，上午7点半伫东门国小的门口一下搭坐车，8点准时出发。地点是真理大学，报名费每一个人200块，学童也是囡仔每一人100块。报名到伫办公室报名，也是扫描QR code报名到办公室。到办公室报名到10月20日早起。教界消息，是咧中华商联事工部10月17日拜四上午10点举行2024年中央敬老感恩礼拜，甲表扬90岁长者结婚60周年庆祝会活动。当日报名的，请伫早时8点半到伫桃园教会门口来上车，准时开车。
台湾女子新人院10月19上午10点伫大华场教会举行创校140周年礼拜。乌坑教会伫10月27下晡3点举行第6日牧师林需要就任感恩礼拜。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吼，咱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吼，陈玉萍小姐啦吼，伫咱中间啊，才徛起来，咱第后壁吼，咱真歹势，这个第5楼的兄弟无看到吼，伊就伫这个4楼的后壁，欢迎愿上帝祝福，甲你做伙伫咧请坐吼，请坐吼。第2项。甲第3项，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报名，这个咱的邀约礼拜。吼，第2项就是要邀请咱大家吼，就是来积极报名邀约礼拜。咱已经备办好7台车，咱来算看卖1台车坐35个人，200至少爱250以上。吼，250以上，所以要请咱不止家己报名，好无？就是你想看卖，恁兜阁有啥物人吼？你也讲，来，行，咱来邀约礼拜，咱来迄个淡水，行踅，还是你有厝边好友、好朋友，你讲你来招伊去佚佗一工，安尼，好无？吼，咱不止家己报名吼。报名的人嘛来招人做伙来报名，咱做伙出来，然后嘛邀请这好友朋友。所以共款吼，咱伫11月的第1礼拜甲第2礼拜拢是特别的礼拜。11月第1礼拜是咱教会生日，所以咱的生日就是要招新朋友来，所以迄天嘛是只有一场礼拜尔哦。咱特别请这个天韵真出名。天韵的歌手，伊后来创作词曲，虽然近来身体无真好势，总是伊的故事会堪值咱来检视，咱做伙来听伊的诗歌见证。所以在1月第1礼拜，共款吼9点半，我要邀请咱大家若招，所以2礼拜连续招2礼拜啦，连续招2礼拜，就招咱的。好朋友，咱厝内底遮囝儿逝世，以及咱会当影响到的人，请咱拢做伙来邀请因来，然后透过参与咱中间检采，嘛会当遮个聚会会当影响到人，互人来得到祝福，然后假使有机会，咱会当欢迎咱的遮个好朋友，真正做咱教会上帝的话。影响到互因会当听到有祝福的所在，安尼好无？好啦吼，好，在1月第1礼拜甲第2礼拜，第1个礼拜免钱啦吼，第2礼拜真歹势，爱一个人200块，吼，一个人200块，包括车费甲便当，总是绝对互大家值回票价。所以要请咱大家积极，即时来邀请甲报名，阁有距离现在阁有差不多半个月以上，所以请咱即时就开始来邀请，好无？好啦吼，就约个定吼，就约个定来报名11月第2礼拜邀约礼拜，吼，好。咱来圣诗401首，401首愿全能主上帝，愿正无事做。我
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非常谢谢。大家